即卖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0年8月1，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7篇第1节到第8节、15节。创世纪31章第1节到21节，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到1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求，求就会得到，敲门就甲恁开门，这是耶稣基督的应允。但是千万毋通掠做讲乱使求，就拢会当得到上帝的回应。伫今仔日的经文创世纪31章第1节到21节，这个记载中间有两个无共款的求，一个是雅各向上帝的愿望，这个下愿符合着上帝的应允，所以呢，雅各就对拉班的心上得到足济的羊群甲财富。另外就是雅各的太太，两个太太利亚甲这个利结，因为着要报复老爸的欺负，就趁老爸伫咧剪羊仔毛的时阵偷摕家族的身上，这并毋是上帝所欢喜的。雅各有听到拉班的囝在讲，雅各将咱老爸所有的拢抢去，利用咱老爸的财物得到一切的财富。雅各看到拉班的态度无亲像以前遐尼好，上主对雅各讲：“你着转去你祖先的地，去你亲族遐，我要甲你同在。”雅各找人去叫利结甲利亚来，伫野地的羊群遐，对因讲：“我看到恁老爸的态度无亲像以前遐尼好，毋过我的老爸的上帝甲我同在。恁知我有尽我所有的气力替恁的老爸做工，是恁的老爸骗我捌10几摆改我的工钱，毋过上帝无用允意害我。伊若讲有一点仔互我做工钱，羊群生就拢有点；伊若讲有条纹的互我做工钱，羊群生就拢有条纹，安尼上帝将恁老爸的精神摕过来收拾互我。羊交合的时阵，我伫梦中仰头一个看，看到拍羊母的羊角拢是有点、有条纹、有花斑。上帝的使者伫梦中对我讲：“雅各，我伫遮。”伊讲：“你仰头看，拍羊母的羊角拢是有点、有条纹、有花斑的。拉班对你所做的，我拢有看到。我是逼着你的上帝，你捌伫遐用油倒伫石头顶，对我下愿，但你着起来，离开这个所在，转去你的故乡。”利结甲利亚因伊讲：“阮伫阮老爸的家，兼也有阮通得的家伙甲产业，阮兼毋是已经互伊看做外人，伊袂愿吞食阮的价钱。上帝对阮老爸摕遐的财物，就是阮甲阮的囝的，但你着对照上帝吩咐你的去做。”雅各就随时互伊的囝甲某拢徛骆驼，高带伊伫美索不达米亚得到精生甲积聚的财物出发，要转去伫迦南伊的老爸以撒遐。迄时拉班去剪羊毛，利结偷摕因老爸厝内的家族身上。雅各无甲阿兰人拉班讲，就偷偷离开。伊带伊一切所有的逃走，真紧过幼发拉底河基列山去。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到11节，记载了耶稣基督所讲的应允。伊讲：求就会通得到，敲吹就会当吹到，敲门就甲恁开门。安尼应允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福音啦吼，因为耶稣基督嘛捌安尼对门徒讲，过去有真侪君王拢想要敲找迄个特别的恩典，却找袂到。为什么？因为因无有真正认捌上帝，无有军队主的脚迹，嘛无照上帝的旨意去行。经文安讲着，求会得到，吹会吹到。拍门会甲恁开门，
因为求的就得到，找的就找到，拍门的就甲伊开。恁中间减有人因会囝讨面包，会摕石头互伊，甲伊讨鱼，伊会掠蛇互伊。恁虽然歹枵会晓摕好米互恁的囝儿，何况是恁的天父？伊一定会摕好米互对伊祈求的人。顶个主日，牧师伫信息的分享中间，也有提到这个正确的祈求这个主题。所以爱有正确的祈求，佮较爱有迄个生命的实践，才会当蒙恩得福。诗篇17篇第1节到第8节、15节。上主啊，求你听我公道的祈求。留心听我的祈祷，我无用奸诈的嘴唇来祈祷。求你按耳孔来听我，求你用目睭看出是非，求你判我无罪。你有考验我的心，连迷时嘛监察我。你用火锻炼我，无找到什么款的歹，我立志无互我的喙有过失。我尊叹你所讲的话，无亲像别人会行做。我谨慎无行强迫的人的路，我的脚一直行你的道路，毋捌偏离。上主啊，求叫你，因为你的应我，求你按耳孔听我的祈求，求你显出你奇妙不变的疼，用正手救我靠你的人脱离因的对敌。求你保护我，亲像保护目睭人，也含我伫你的实下。我若是我会看见你的面，因为我的行为正直。我困醒时，你的临在会互我满足。感谢天父赏赐应允，互阮会当来你来开喙祈祷祈求，求主帮助阮会当用正确的生命态度来跟对你。真心来祈祷祈求，无乌白求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